不读去年俺作品点赞现在结尾的录屏继续就点起来，写读给念不来写读，要不读，目的弄的这练啊。以后梦里会生给他困难练的假不耍了怕。我说，要不读样进不得读，让他你参不读个啥？陈小佳是吧？去年，喂，坑没读过啊？我坑没读过了，搁这啊？俺个就没把给许多人死，这样就过着呢。去年，你这长麦路过？坑读的。啊，青甘路过？啊？就过到得去路过的。今年就都担不。担不有呗？菲王美丽多梦奇这怎么的？王的多少？那做工作，为等个外面的可基本呢，口多哎，看了吧？我口没多啊，喂，口没多的，那就口没多呢，去等你来看一下。不看是好的。等你看的呢，去年当俺练的我看的那个通球，是吧？那他妈刚几天可几个呢？女主播开播前面那我都力度给你个，俺力度的人状态呀过来都，那就开始就前几天好多了，别的开始的话，俺一个人无有好去洗头钱，人家俺都按起来了，按摩里去了，我给节目的手法要多了去。刚不注意啥对吧？住在长巴的单里的，你注意过来给不能下按摩的有数，就按摩的有数嘛，以前没带我的，你觉得嘛？我不咋让人家出钱，刚就是按摩钱觉得多啊工作，但是咱们的这刚股东担保的这给那个是你的给的，俺干不到的话，干不大起来的那个垃圾，你要赚钱了俺就，10块钱，但我在赚不到。我的老大，我来家的啊，看就没下的话，没带的赚到的唱不下，没出去话的，我就是刚出是欧洲的基本上球的，点赞就不大工作点赞怕也不就不大，就从俺碰的这，你藏族真没生意的人，我上汤就。可是差不多那跟你来工作，你给不来多啊？那假是我来做啊，跟那我不够用多呢，那假是从你离开我的时候。想我了吗？是，黑不那想个就给，我听着的，别想我了吗？滚去吗？才懂啊！我说俺粉丝团那里面个才懂，同位你们能看到我的粉丝团吗？可是年底俺的没想到，飞机上。晚上好是不好加的，家直播间，这对的，直播间加了直播开那就要过来读，
这，我大把那就14岁了，咱你们差不多就了，股东妈比你们那是对妈那个纠结，那就保养那个去，菲菲吃饭了没有啥？谁你妈真让去多个都没个真的家谁也没谁你知道呢？那就运动嘛家，大把14都吃不来，但是人他没了，送就10来多吃，但这10来的学的，啊这留没得那就。大个不需不来输送的保养那些那就你们差不多的股东这个在马的纠结不来三的，要不现在我是的那就就是然个我来出单的这个了，要不现在我刚30的，但有了大家别30，俺送去谈兵，给俺送手机来多钱，俺送谈兵。训，我在长白马学了，我让用学来10句他们来读，10句没种来读，几个了？可是没让大没让什么他们意思，就是一切都按用学来学习，而且那用学来种就说不但10句不如嘞，也别什么他们几个了，动这些多难句，什么都难句，什么他们意思？老把这个这个没呢，但都不碰到这老的机会的，他加倍机会都能拿这样去了。老但是呢，俺那边嘛，咱不可能给是什么多讲，给老吃用都干什么？老个不要了呢，可怜什么去？点赞工作，我看了38上，38没能39的，40单我的不如理，没啥差不些的，送就谈吧，然后对别个干的送谈不免着，不敢送就也没着，不讲这些了。俺的妈这对呢，老大这人，他送就他们来呢，他送手机来着也是那就许诺不得，可个对，老白亚没。别呀没，因为讲老丢的主他们来呢，就是经过你丢了的，是吧？工作，但叫不来，等到老你去的个在钱的，俺也经过你啥的，这个评论叫啊，哎呦，等我点的这东那个都从直播间那买用的，我起码点着的，谢那个了，我就是平时我的这直播间那没得点装的就女的呗，你们买了吗？人家买牛谢那个了。像个50多岁噻，大家，俺老我就来那的，出来那的，让人搞嘛，看看对我家都种就帮我，从家里头拍咱那都种就对上我，俺没了，给起了西安那个西安去的，也把结束这个就呸咩，还我预备加不离，俺就来那让人搞嘛，看看对，那讲起来，切了明年的工作是大呀，还得不？就那么样我这没打给我现在那么样，我最讨厌就是那种的。等今俺的别的，等也直播对起来，到几多岁吧？等今俺让对象呢，别的么子就上路去的话，工作这样的，加个10那多难去做，的。都搞得都中好呗，俺捏过单呢，捏了个多啊。你们给我看看对的，你听了嘛的吧？俺这楼多，俺最讨厌就是那个，瞧了不？想得美是滚呢，加倍想得美。但让个直播嘛，大家让嘛，这样都打不起我。你来叫他直播去，都鼓掌嘛，就叫个礼拜二去，他选的这个录取。女俺是女儿家，你觉得我几岁呢？是蛤蟆过节？俺老菜年的呗，俺呀俺个这最年的呗，加比你几岁，别个俺的几岁是光对我。有了的，俺老俺这年没，这算命这年没，俺这么样的蛤蟆过。
天传的这种，点赞等于点赞。同科这边呢，你主播都是，但你怎么天天住宾馆？你这么有钱吗？咱大哥，你让个你俺都从咱们就去多少？我米了，那米差的当然没事的，那开这个嘛，兄弟有了不我，兄弟有了不的，米差的嘛，这碰不来的话，等到阿家来的话，碰不来的话，那就不仅俺米差的正常呗，然后碰不来的话，那去啊，你训了不？阿家的。多了啊你，我宾馆的你嘛的你让相中就行为能这么久，我有了的秘密，SMJ 没啥 SMJ 聊动个 SMJ 啥会呗，菲菲连麦啥，就他连麦的话不连了吧哥哥，不想连啊，最近有点过的就说起劲，菲菲你哥哥的或者关注了给吧，我的这样不。我们都爹嘛，出来做个吃了个老家给我的难事，做个你不能叫人不，领头啥是这样的。跟男朋友分手了，喝多了不好意思，多讲点你，我就没得叫你，10年就不见那男朋友的我阿家的，我叫没了不给谁，才干不给，呀这一瞧见了，那10年就不见那男朋友的，不行我阿家的。菲菲，你帮我打个广告啥？广告接触没见？香港的开那个广告90免费99，香港的那个开的广告接触没的，那不扯淡啊？确认不？你不要乱说。最近你直播间里面学生多疼啥？俺那这兄弟路嘛啦，俺那这不就是俺直播大声，俺或者小天没吧？或者俺直播那么就肯定别的，或者俺念过没？嘴坏人不代表坏事，还没好，人家的俺今天不说什么用，俺今晚大家让录个嘛的，咱们这录的就是你们这俺录不占，俺录呀嘛的，看你不什么用，俺本来说来也说什么用，俺今晚的，不会呗？虽然你的嘴坏，但人肯定不坏事，咋个？俺也背年的都背年的，让你给没许多次。咱这工作拉这不老表也不讲，我就个直播嘛的啊，开人嘛的，俺的大哥大呢，叫没没开没的，哥大看起开呀，看的都能让上去没，我哥哥老表没家，就见不老表没家，我老表怕也过去，让了这边见了的da，怕么了，身边嘛随见，见了那就让都不记得就那最嘛的，见了是俺呀以前那种着牛。见了都不那的巧克力没有的，你看个多人，经常拉不不都是基不得人的，就在我都东国的这个马拉比的东国的见了都不了，什么想的的，弟弟成的这小马的没行，啊妈，东国的这个，什么当的你呢？这几句终于说过人话是，大家们都懂就对，前了的这个都破解女的没，假如咱分手其他啥，如果当妈去追，如果你当妈追，对了这个，哈哈，哥你看着也不行啊，俺也不有是人没办的，我也不明，俺也不有你看俺也不明，俺也不有是那么牛对一下，我的男朋友看你的这个，可是啊，我的男朋友看你的抖音，这个不是我啊，是还没我见你的男朋友呢，可怜呢，哥有点虚啊，是应该是兄弟，说什么？点赞就不结工作呢。点赞怕也不就吧，那个朋友就不得的连麦情人的，他连年的，他或者俺我中人的，我要从你没当连的，他说他连关键的话，个最近不明父母养做生意的可基本上上次俺在 PK 给我们节目拉死的，帮一大个也不是偷没着啊，简单一点就去，跟你怎么这么帅呀，灵芝男生是？我的男朋友看你的直播天天是，哎呀不然你
叫了给不论点赞给就是叫了让阿家让给不论点赞给就让对应啊手机上啊点赞给大家不求大家。阿操，干，老给期待继续哪里就在哪里撒？我去找你，文明直播知道了吗？撒，我在灵芝兄弟，说是可经验吧啊，这不嘛写的啊，跑巧给那个跑简单那个。你直播去就人的话，就冷嘛的。现实中文这两个嘛都元素上啊，老兄你让跑脚走，我家边文明直播间帮助家边活间嘛的那种，滚间，不行啊，就是我间。我你等你嘛，那欧洲接不到嘛的间，你看咋的这里就，我的男朋友帅的不得了了，跟俺家不起我俩家啊。家边男朋友，咱俩的说通的这不通的嘞，那句哪呀有呢？是哪人的这了？每次去没干的，就得来叫我们拉萨那觉得个牛牛的，我这不嘛写的，你们就让俺陪你的，陪你的，拉萨那觉得就牛牛的我。阿家在直播间钓鱼上，俺们伙带兄弟在马上钓鱼节去选，对着马上是吧？我去到单忘记了。年连的，看着姐姐不要这样说，人家以为我真的是那种。阿玛利亚，你好美女，你是哪里的？哎，他还有酒窝是不是？他笑起来有个酒窝。我没有，那个格格，你是哪里的美女？我是你心里的。好好说话嘛，别这样嘛，我们都是。我是你，我可以是你心里的吗？不可以。你们这是什么中国人哎？对呀。我说我是他心里的，他说不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一家亲。没有绑定，苹果手机不好。格格，你是哪里的格格？Queen，我给你个链接好不好 ？Queen，我是四川的。你多大了？哇，我今年45。好好说嘛！哎呀，多了没得碰住。那你觉得我好多岁？24或者26。24。好小哦。太小。我还是喜欢阿姨，真的。她长得好看，哎呀，可惜年龄太小了。我20，你要是喜欢，我可以再往上涨一涨。我没那么甜。开玩笑。为什么天天穿这一身？姐姐这种的阿姨味的。天这一身衣服呀？啊？咋天天穿这一身衣服？没办法呀，我家里面买的都是这种一套的呀。你肯定在哪里上班，而且上夜班。欢迎我余生哥。我在洗脚店里面上班，姐姐。我就说嘛，你肯定是领班。你怎么穿这个衣服？你肯定是当领班的。我当不了领班，真的。我们玩一把可以吗？玩一把输了，格格跟那个看着酒，我们第一把就打5个真心话可以吗？没用，彩礼就。可以的。有。我喜欢看着姐姐，她这种妈妈的味道，可惜太淡。姐姐不喜欢你。对，格格最近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有什么了不起的吗？我去就玩了一段时间，余生哥打 PK， 票少别说话，你们两个真的是聊起来了的。票少不要说话啊，那个谁，飞机不要说话，三个。他不知道我是谁，真的就不懂。辅助工具，立即体验。我知道你是女人。余生哥，好久不见，你可以帮我一下吗，哥？他被我的眼打过。我好久没有播了，我有2个月。咱家能不能整个墨镜呀？能不能抄一下那个飞机嘛？飞机的票都打不过吗？我的妈呀！一鸡巴鸡的，家人们能不能？看飞机，你飞机。谢谢我要你弄书。余生哥，你可以帮帮我吗？余生哥。余生哥，你可以帮帮我吗，哥哥？不要说话。好的呢，宝贝。谢谢哥。哦，好久没有看到墨镜了。余生哥，你帮我送你的展馆里面的礼物可以吗？我2个月没播了，我的。哎，嘟嘟嘛嘟。我们这边嘴巴叫嘟嘟，你们那边叫什么？啊？嘴巴叫你们那边叫什么？我们这边叫嘟嘟，嘟嘟就是嘟嘟。一把嘟嘟，嘟嘟嘟嘟。对，嘟嘟。余生哥，看着姐姐，
把你的钱里面都给放到你的肚里面，然后都这么给，懂了吗？对，啊，都这么给，雨生哥让他把对不对，可以吗？什么雨生，看都跟你雨生过呗。工作23个人的小心心，有的话上，没有的话没事点赞就行了，谢谢你们。我也菜点啊，给我看。 79票我们家打不过，不可能吧？这不是我们回归的实力啊！家人们，一个人小心心能过一下吗？谢谢兄弟，然后你现在我给我面子先拿着。对呀，我靠，那么多的加成，这一下子过了，你们真好。一个人的小心心，咱家有吗？那穷哥们儿们，咱家有没有一个人的小心心啊你？不要让他说话，可以吗？我实在是不想听他说话了，说实话。不想听话，就把耳朵堵上呀。我想让你闭嘴。然后嘟咚嘟咚。嘟。感谢我余生哥的这种带加成，手放下，谁让你手拿起来？看着你加成过了没有？你一天过了是吧？好，不要说话啊！对，不要笑什么？那笑起来真的是。阿妈鲁图总店，咱们家能不能上？余生哥，你最近在干嘛？余生哥，好久不见你。余生哥在立柱对不对？不要说话，嘟嘟，把你的嘟嘟给我闭上。你不要张嘴，我感觉你没有牙齿。我看你俩有没有牙齿？我看黄眼。阿妈鲁图大哥，咱家能不能走个热气球？我现在不是带加成，等一下啊，5、4。糟了，家人们！哦，谢谢，感谢我的这个帅哥，谢谢。加成中，朋友们有票的现在能不能上？好嘞的，好的，好的，家人们能不能走票？来了怎么办？他们家上来了，那个看着家一直在大哥的默契，咱们能不能抄一下飞机？我们家还没有人上一下，家人们。咱们超飞机就可以了。现在有加成，你们两个不要说话，你们两个。现在有加成，可以帮我上个加成键吗？哎，飞机你玩得起不？你个666，你个小6啊！谢谢我余生。咱家能不能超一下飞机的票就行了？不要让我当最后1名呗。谢谢我余生哥，这是我有的话上，没有的话点赞就行了。回归以后的第一把啊哈！家人们，咱们能不能不要啊？糟了！有没有人可以我们家的杂志五金店送的广告，祝你好人身体安。哦，感谢我余生哥送来的保时捷，谢谢哥，好久没看到保时捷，哎来了。这是我们的数位时间吗？还有时间吗？哦，还有时间。还有人可以补点票吗？家人们，还有50秒。我也就50秒。还有人补一点，余生哥你还有票不？房子你可以帮我一下吗？雨托可以帮一下吗？雨托，谢谢我余生哥，差的不多。还有没有一个保时捷就可以？一个保时捷。最后一个保时捷，你加油啊！余生哥，你还没有个保时捷，余生哥。不是啊，哥加油啊！只差一个。余生哥，求你们救一下我们两个吧，余生哥。看不错了，跟这点保时捷都别。家人们开炮！啊妈！让人没带，你不要乱说，纯是人没带，兄弟们啊！一个跑车，格格，你家大哥现在可以上一个跑车。啊，对面的。大哥不见了。我他妈什么？保时捷。天呐！什么保时捷？天呐！谢谢我余生哥，谢谢我林牧师，谢谢我的房子、车子，还有你们两个闭嘴可以吗？可以。真的，作为一个女人，真的身上有度。保时捷，把它保时捷。我觉得，兄弟们，祝你们好人身平安。就是现在那里不烂的学校嘛，你别迷糊我，搞个烂不里面特定中学校嘛，你别迷糊。哥哥，我先问你啊，你在吗？好。哥哥。哎。哦。天上的嘟嘟不说话，地上的粒粒响，嘟嘟知道吗？好好说话，快点问。怎么好好说话？我要把你放大，你要给我放大。我社恐，我好久没直播了。把它放大，看住姐姐，不把它放大的话，真的 game over 了。在我这儿吗？对。哦，哇哦，好大呀！
好久没有见过其实这么大的哥哥长得挺好看的。好久没有哥哥，哎，哥哥，哦，好好说话啊，好好回答啊，真心话都是从你发自最内心的话，要实话实说啊。人那样嘛过，他们现在那不结过，哎呀，真的。叫不搞这种咋牛？我没有听不懂，听不懂拉撒话哎，你说普通话。又来了，接不看着。啊，那你别接，别谁都不要接啊！我等会儿退了，你们想接谁就接谁。你先，瞧，不刚才那你们都撵进去。你好好问，我听不懂，你可以掺杂一些汉语。对呀、我问你了呀，然不不刚才那你们懂。你几点钟睡觉？加白球，要么我就是到现在，不看这个圈咋牛？但凡你说的是康巴话那么一点，我都知道，但是你完全是拉萨话。你看这句话，瞧不，也不看这的来牛的。看着你听得懂吗？听不懂的话加把的，我这就用罢了吧的。我是发誓听不懂。我发誓听不懂，真的一点点意思都听不懂。你是牛吗？我拉萨话听不懂啊。对啊，人家听不懂，好正常吧？对啊，听不懂，我有什么办法？你跟几个男的健身了呀？的这种的。那倒没有，我还小，我才24。啊，24岁。啊。24个哎。啊。好好说。你骗人的话，人不是啊。我说我才24，我还小，不要。你还小个屁，真的毛都长起来还小，哪里小了？没有，肚黑了还在那边小。好说，不敢猜的你是给你。哦，那我算一下啊，好好说啊，骗人的话，你染我了，你不接着不？好，我算一下啊，8个。你骗人的话怎么办嘛？骗人的话，是你坐那厕所那进东的全都打不过。骗人的话多少红包？第二个，一共好多个，5个吗？3个。第二个女亚球。这个多黑黑。啊？多黑黑你的。啥子？什么傻子？咱猪的傻子，你的肚黑不黑？黑，很黑，看都看不到。好是吧？你长得好看，不要为所欲为啊。黑不黑？黑。黑黑的卓玛香的杜莎。第三个啊。这飞机。第三个啊。飞机你开的有点快啊，飞机。蛤蟆挂球。第三个啊。叫下山老个才来到的。懂。叫下山。叫个天堂不？天堂不？老个才了呢？没有的。有的。你不好好，是不是嘛？不好好。没有的，他不好好回答。我听不懂。你听不懂个毛线，都听懂了还在那边装。你是哪里？你阿坝州的吗？啊？你是阿坝州的吗？我是甘孜州的。甘孜州的肯定听得懂一点成都的话呀，你知道。甘孜州的为什么听得懂成都的话？为什么？我们吃的都是大米饭，吃的糌粑。我们吃的是糌粑。你这是在场上，我真听不懂。听不懂腿毛，我说这下来。他问你有没有腿毛？我有腿毛，我有。他说有没有腿毛？对，他说的有没有腿毛？有腿毛，有。就是第4个啊。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啊。加把的理解，我叫接下来的。啊。就是把空着死了，很早。对呀。你们在那边打个字嘛，兄弟们，去那边打个字给他。他们打的是你的对，要不就提醒一下，人家听不懂啊，人家。你们那边打，这个天打过就是第一个什么时候没有的，就是天门打过。安妮，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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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很久很久以前，加把的很久就不接，不然的话我要让他们扔炸弹啊！我又没有记哪天，我又没有看日子，我怎么知道？那时候你几岁？我几岁啊？应该在4、5。看一下，应该在姐姐，你看嘛，你为什么要带个？虽然长大了，他玩不起，有什么害羞的嘛？你成年人，他一直在回答你，哪里玩不起？他在那边就是应该是不是你问的这些问题，这问出来有什么意义啊？有意义啊，我有意义啊，我可以想象呀，我可以想象呀，我可以想象，知道吗？你问的问题谁会？我喜欢想象，我喜欢活在太变态了，你知道了吗？天，我让你想啊！我想象了，我那瀑布当，我女主角，然后我的嘎达，听不懂的话都教你。什么时候？多大？18。我靠，人才！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呢，没有呢。你给你，把那看着妈妈放大，放不大，就这么问。你加把啥？你把它放大。先卡了，放不大。你加把啥啊？把你放大嘛，求你了！你们不要给我放炸弹嘛，兄弟们！你们不要。设置他们。对，给他放，就是这个意思。哎，我这个我看看我这个要对本房啊。对，取消全员，我要取消全员。没想到，我不是玩，我是输给他了，好不好？我继续给全员。卡特姐姐，你把你放大呀，对全员放大，你了不起的。谢谢关注，我是一个新。这不是放大了吗？没有，你把你可以了，这对了吗？可以了。卡特姐姐。你年龄比较大的我们俩差不多的那不敢称咱女不了加不的，就是那不敢称咱女的你来干哩，就是扑你们的扑咱扑们给来干。他说完了，他感觉全世界都听得懂他说的，我真的没听懂，加不的没听懂。可是你看嘛，这个不敢真没听懂啊！我们两个真的一个字你让他们要不给我来打点关键的词，我看一下嘛。对。你等我空着没打，感觉了过来，就是谁来打个字嘛？不敢猜的就是那个健身了，就是多少个？对象有多少个？你在尿尿吗？健身的对象，哎。健身的对象6个。我靠，可以给你实话直说的女人最棒的，全世界你就是全世界里面的女人里面的，你是世上只有妈妈好，知道了吗？你最棒的。知道了。第二个没有，就是你最喜欢的健身动作是什么？他肯定在想象，挺多的是。你觉得最 Oh my God 那个 Oh my God 还是挺多的。哪个？给我说一个。他会的都哪个？这咋好说呢？这怎么说形容呢？加乐，干呢，我呢，苏呢。哎呀，全部。第三个苍马有人苍马有人呀。第三个你吃过篱笆吗？我操，这个问题你们听不懂的，我只能这个就太直了吧？没法直说了。你这直的有点，你稍微绕一点多好啊！你太直了。你不是你们说听不懂吗？那我只能没办法了。这个听懂了，但是属实是有点吃过吗？是有点吃过了吗？不是，你给我一点那种刹车的那种，那都没有给我。你脸一下子红了，好像吃过了是吧？脸红了，主要你的问题太尖锐了，这是有没有？有不紧肯定行都可以。你都说我脸红了嘛，那你就按你的说的就那个啥呀？没事，我吃过你们的肚，我吃过。呸！多萝卜，
谁问你了？谁问你了你？们不问我也要承认我是男人。你挺好，挺厉害。真的是。第四个啊，谁问你了？第四个没用，叫不忙不嘞，不哈过打不，那你来炸死的过我给不，多不多？正常。正常是啊，你好算正常吧。最后一个问题啊，没用，猜零九。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唱完了，我给这拉的干了铺个2斤牛的，这拉斤牛的。我了3牛的，就是吃过吗？就是铺盖，不过铺盖，然后怕。铺盖，你吃过铺盖吗？铺盖啊，藏餐里面吃过那个铺盖。就是让干巴这干巴这干巴我了，这个我真没有听懂，啥意思啊？哥哥，你有没有听懂？没有，一个字没有听懂。你说一个字呢？度。他们这个地方写甘蔗州那边一样的。不一样，那你们的那个叫什么嘛？从这个你们自己的那个金巴丹斯的几十人，我怎么说嘛？你们那边怎么说的嘛？啊，他卡了吗？的，没卡。你们那边叫的吗？啊？不知道，听不懂。就是黎巴嫩斯的的。哎，这边没有一个人给我那个提示一下，你换一个嘛。那你们以后不说不要，那不算了，刚才看跟你们俩玩，我真跟外国人打战一样。这多好呀！不好，咱们玩的多好啊！你们有什么好的嘛？要我吗？没有我吗？你要不夹杂一点，我们听懂的，一直说你自己的那个话。啊，对就是对呀。你说的全是这些，玩不起，你妈玩不起，你滚吧！这个什么 SSB， 你一直在这儿说。不是，你们那边不学藏语吗？你上票了吗？一直那玩不起。你那边说的拉萨话，我们完全不是呀，那是藏语里面教的呀，我们以前老师教的呀。家某节大熊就都能没学过吗？你们学过嘎嘎嘎嘎吗？不一样。嘎嘎嘎嘎学过吗？我来提醒了。你们好了，过了这个话题过了，完了。读了。我来提醒了，烦死了。在你发完了，在你完蛋了。我不打了，我走了。你是什么主播啊？请问一下。我是低俗主播。很低的。我是娱乐主播。你绝对是低俗，你低俗小鬼毛姐。低俗让你们漏度了吗？漏力不了吗？学藏语的主播我是。那帮我点一下关注吗？我是正能量主播。你给我点个666吧，给我扣个666嘛，这被他带的真的是。他是新主播吗？才那个吗？才开始新主播，对。好久开始播的。他不是新，也不算新，也不算旧，但是最起码我没有过时，知道了吗？没有过时，我永远都不会过时，知道了吗？哎呀，人气永远都是，每次开播都是人气定在2000多人，不会掉下去。肯定呀，又是度又是那啥的。怎么了吗？那你听懂了吗？度你听懂了吗？你刚刚在那装什么嘛？不是你一晚上你不是问我，装什么嘛？装个屁！你装个钱了你！在你的努力教的情况下，我们对呀，你跟他也问，跟我也问，那肯定知道呀。你听懂了，谢谢你啊。对面直播间甘蔗州那边说话跟成都那边差不多。警卫制裁他的，我们是甘蔗。你再不小心嘛，真的飞机，你这个号好敏感啊！别这么别，我们玩点正能量的吧，咱们仨。那正能量的话，玩的话，你们给我穿打底裤。反正就赢家说了算，谁赢了谁穿。我要看瑜伽裤啊！我什么都不要，我不问这些。可以，我就要看那个瑜伽裤。你上次那个瑜伽裤不要穿的像个西裤一样，那个我不要啊。谁？那你呢？
我也你们赢了的话，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过。那你输了你也穿瑜伽裤。你们赢了的话，你们赢的前提，那个我要好好。对吧？我们赢了的话，有2000人你们就懂。对呀、我们就懂了。可以呀、跟没得这些的一切弄啊，迷你导演。可以呀、不就是穿那个吗？你也一样啊，输了。衣服要贴身一点的，我不要那种的啊。哦哟哟，好。出来的话穿着吧，不要不穿的那种，出来穿着，出来还过得干。好过。这个肯定听懂了的。哎呀，猜就玩一把，兄弟们就打一把啊！能帮得了就帮一下，帮不了没事儿，毕竟你们也没事。带不了多。家人们，咱们家能不能那个一下呀？包个小小的粥好不好？家人们，有没有人可以帮一下的，大哥们？天灵灵地灵灵。那有点太夸张了，朋友们，咱们能不能这把走个墨镜、热气球啥的，朋友们？星星们，他应该没票了。那么可是俺同学俺的应该没票了噻，但是俺可能闭麦进去。我们这边我们这个没学习，俺可多给些的可多的呀。不过就是俺老讲们讲我，可是呢什么节顶上你说是加个啥呢？鼓掌嘛去把记，鼓掌嘛记得呀，鼓掌个的我，不碰都尤其是不碰都是记不得的我，毕竟不碰能行别的呀，垃圾单好嘛的吧？说那么就记不得的，鼓的掌嘛去把举，说个你的起把记，别的鼓的单就鼓动呀嘛干不着，你也不嘛的秘密都做。就是拉站住，你宝宝呢休不起去的，因为我差不给来开嘛的，毕竟群主碰到碰你个路嘎吧，我就不破身都得单的来的，碰都是引进民间好我呗，所说的引进民间保护也不接，脏这一年的，可这一年的，怕也不要不接，这么记得，然后但是老兄弟能到嘛，老钱来点说哪路的吧，别的喷枪机什么咱们那个的，那就可个多，这家啊，对外家多年的电脑的发言机他不可呀没钱给他，就这么。所以不碰门都做，是不是假？不碰都是在我吃。哥能说中文噻？我现在很生气噻，我现在就是生气的话都讲的也没得着。兄弟给嘛给俺等历史了回来，俺们为错了么？或者32个人的小星星就罢，31个。29个，18个，12个，谢谢。等给兄弟都加个掉不上，俺面子现在正肉结实的，30多个直接过了，我靠，扯人不？没牙个了，穷子俺的干不了看这呢，牙不了，家长直接过了，穷子来牙那去，你这个现在的兄弟长们那去。不长们那就西的那里个哪的不学习，阿家长们那就沿路长们给出个那空头我去的么更不学习，我们边边红，瞧了不？我去的么更不学习，也不了，都是这样了，讲不了，我都知道我丢这些了。那家长里的人绕过来给我，对面破败没钱呢，破败几个人几单几个人，这么是轻嘛的几单个。许多呢？天天喝奶茶身体不好噻，让女别让莫几上呀，别不看中的对的。明天俺奶茶东呀工作点俺生个多啊，也个穷都点了，俺搞不有的。其实你们这个菲菲，卷当说点个钱，你长么俺别的呀，我记得就长你什么那送的，你出去检查个成你那去。我这家长来的课上一杯上。家长俺没写说的这个嘛的，没写说的这个给不出去了，就当我兄弟，那把店里票子过来都那去，我都是把你念不出，有吧，家母不好噻，兄弟这么老大家母俺俩学几个的家母也学的，比如我们家都是俺机会追么呢，没老大他家母老大俺什么叫呢？什么决心写几档？什么决心啤酒动？什么决心？古代很多工作，这把打完了，我们走了。估计古代很多。真的，谢谢兄弟送的米线。3月嘛，天天看菲菲的直播是对兄弟，感情那个老是当俺隔壁有他兄弟，
让你抽姐姐没家里就没家里弱死就是。为啥看不了啥？对面破败节目说了，优秀，破败没真的优秀，你给我买打工作，俺眼票小星星都做年的，但是俺碰见妹子的，他给人家成过了成绩吧。谢谢兄弟了，结果想啊，这一把米线上肉，今天说是西的那里不然就属于我们北面红。谢谢兄弟，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所有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啊美不美？哎呀，我不想赢了，我以为打了200多票连，我打了700多票，也不错，兄弟们。这个什么扎日镇，这个是他们家过来上的票，哎，不算哦。什么他们家？人家给你上票是人家事，我家没让他们。什么人家的事？你们家那边过来的，不算啊。别这样说，你说了要做要。什么别这样说？本来就是呀，你让他过来给我们破百。我没有，我从来没有，我没有说过。我们俩就听到了，好不好？你可以看我的直播回放，我说看不了了，我没有让他们跑你们那边上票啊。人家给你们上礼物是人家看得起你们，觉得你们好，所以人家就给你们上票了。最起码少来吧你。最起码这100票够你买一包7度空间了，真的9种不？是不是嘛？这个月的7度空间够了吗？是不是？谢谢阿苦送的热气球，说谢的那里不让就行。但你们2个换吧，宝贝。很简单的事。你们家破的百。滚点哪来的事？前几两说我们俩一起，如果我们俩这把一起再输了，我们俩就马上去换衣服。阿莫姐姐，你们2个别这样哦。我们俩就是呀，你们家从来没有一个女主播对我这样过，输了就是输了。所以给我们俩一次机会嘛，你们家破的百嘛。这句话想让我早点死吗？是没有兄弟。说交那么多票是交个那么多，那边这里。我们俩一起，他们家来上的票。对呀，没有什么我们家，我不认识耶，他们是他们。哎呀，那我们再来一把嘛。他们在那边辛辛苦苦，真的流血流汗的给你们上票，你还在那边说这样的话。流血流汗。你觉得我们做男人容易吗？太不容易了，真的。叫什么？人也不容易呀。那么咋过的？那我也是咋过的？你把那的都不敢跳的。快点3局2胜，我们俩一起。这干嘛的？什么3局2胜？我们俩一起。来嘛，再打一把，这把输了。不是你们俩，我跟你们好好说，你们2个都是金子响的还是钻石响的？怕他们响的吗？你不要管这些，再来一把。做成。再来一把呀！你们再来。3局2胜嘛。你们2个。3局2胜，我们俩一起打。女的在我们俩这把输了，我们俩绝对会换。不换你就直接拉黑我们2个。拉黑有什么用嘛？反正我们2个。就我们俩就失去了你这么优秀的一个朋友啊。我不优秀，你们优秀，你们特别优秀，给我换去换。不要给我打什么不玩不起啊！我马上拉黑你。工作。你们这样的话，我要让他们扔炸弹了啊！炸弹倒没事，就是我要让他们影响你们的心态啊！但凡过来扔炸弹的，这辈子都挣不了钱，发不了大财。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没事，你们打嘛，反正这辈子发不了财，只能当小喷喷。我跟我们俩直播间，大家都说走啥？我兄弟们都说走一辈子发不了财啊！我的兄弟们都说走啥？带上你的那些穷哥们儿吧，那就。对啊，我们俩说了，在一把我们俩就做惩罚说了，我们2个。他们穷不穷？最起码没跟我。哎，我们俩衣服要换，裤子要换。他都不嫌他多么穷啥？我才讲么那我们就别。你这多啊？第三不碰人当这多啊？你家穷嘛的，你家没钱怎么做？两嘛的，穷哥们儿啥？俺的把穷子啷个没行？穷子俺村拉嘛就种不？穷子也不得，穷子也不得，没也也不得。肯定看了嘛牛啊，么弱？俺没说对呀，那对那基本上兄弟那句，什么？连这样子不要。帮我再打一把，工作数量够吧？20单够吧？20单够那么20股的单，我说俺重开机，人太多了，等一下我重开一下，我就先别单够，等一下我重开。
速解呀，过去把股钱不来行那个我们把这些啊。我要做么啥？我要做我们民都兄弟，我要做没得连的呢。我你就做个生意，俺来路去求你当然来路去那么摸去多，家去多呗。我们来嘛，大是要的的的，你要不行那我工作的，你得来你行那种的。这个可乐兄弟还可以，对。我要做嘛？你好。假如我们俩打 PK。我没有叫他们过去给你刷礼物，然后他们帮你破百了，你会做惩罚吗？会呀。对呀，刚刚那个他们两个连过来了，叫什么？那个看桌姐跟还有一个叫格格的嘛，他们俩人家我没有让他们破百，然后我直播间里面的人跑到那边帮他们破百了，然后他们俩不做惩罚，还说一大堆，我就直接跑出来了。哦，他们说我是什么主播，我说我是低俗主播。然后呢？然后他们两个我直接断开了，好像在说我吧，我没有理他们，没搭理他们。我不跟好男不跟女斗。好的呢。我跟男人斗，但是我千万不能跟，因为你们女人斗，因为你们女人在我心目中是很神圣的，知道了吗？你们就像我心目中的观音菩萨一样。对。真的啊，你真的有过。虽然你们不像观音菩萨一样，那个几神咒们一样，但是你们是我心目中的千里爪嘛？千里爪嘛，知道吗？你们也懂吗？千里爪。不知道，他人去告诉对，不知道。我要怎么？你今天为什么嘴巴画的那么红？因为想亲你。哎，这不要说嘛。你这么贱，开玩笑的。其实莫亚中长得好看，对吧？就是有点瘦了呀。我不瘦，求你了。你真的再胖一丢丢的话，真的，我觉得你很完美。我不瘦，我胖得很。但是你的骨形状是很好看的，关键是你的骨没有下。哎呀，你的肚子边骨也是，额头也是，肉少的很小。我的额头肉少吗？不是这个额头。哦，那个额头很大的哦。啊。那个额头有点大哦。来骗了一个。额头大不大没事，关键是下过的下，那下过的，刚才下嘛那就不嘛的。下还多得很。要不爆。我基本上应该这个样子的，我那个就是那个跑步的时候嘞。有听不清，加了你来的了，你给家里。你刚才敲了几打，俺哪知道你应该是这样子。No。不是，怎么可能？真的不是。怎么可能？让我好好检查一下行不行？可以啊。不是，关键是你穿打底裤时候，除了那个颜色之外，其他黑色的有没有？哥哥在看你的直播，不好意思，哥哥在我的黑名单里面。我要说嘛，你没有其他的颜色的瑜伽裤吗？其他颜色的瑜伽裤，黑色的有。黑色的好好穿，你别让它中间那个空空的嘛，空如也不好看。黑色的有，那我穿黑色的。就这穿了也没事，但关键是你要好好的穿，知道吗？好好的跟上去，就这就不用那个了，就这穿着。好好的让我研究研究一下。可以的。就研究。那你那边有没有？那你那边有啥啦？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呗，因为你赢了我。那你给我穿个也就跟打底裤一样的吧。我没有呀，关键我真的没有。你裤子紧的那种没有吗？这是紧的呀，这个很紧。很紧对吧？对。很紧的话，那就训你啊。好的，没有。好。来吧，玩吧。你管的有点宽哦，我哥哥在看我。
我生意的都或者按摩这个做着那就拍不行那都我被开始的吧你个那讲你买的那个现在女学校啊洗着急的我凌晨几点的吧阿家了可把今年做起去你我妈的阿家了我洗着急去做是那不这个女的真的上来了是女生也喜欢打地裤吗卡中家被女生也喜欢打地裤吗见过吗？让卡中的对的，什么刘如烟，对别个个刘如烟去过别，然没让这不扎最些那一别，我没打的也不是打的去了么？打的刘如烟，别个个的个刘如烟去过别么？这个，我点了我这，我这家城的把锅炉家是给我点着，生意的都是就这生意下午子。我不打了，那就洗着这种，我说什么跟就这么大，我什么价钱是当的啊，什么价钱是嘛的，我做的当。哎呦，我说一个棒棒糖上的，棒棒糖基本上的，哎呦，谢谢看不多，谢谢。谢谢兄弟，然后这么大家了，藏族姑娘是吧？你都这么给的对，都这么给的对的，哪差等你这样嘛的么这个商业没吧？谢谢微笑面对一切，还有这个你是吧？跟上兄弟我也叫谢谢送的爱心的木金兄弟，谢谢热啊，谢谢大哥。谢谢 happy 是吧？就是但的明天路线没送。我都家庭中这的话，那个觉得妈上的那姑娘没对面的就这个喜拿上用的，谢谢这个兄弟上了好多小心心哦。happy 木是吧？谢谢兄弟，我也叫啊。谢谢小凯最爱。就嘛小凯最爱下雨天兄弟谢谢啊拉不的这个别兄弟俺也个别然直播嘛的俺不碰去嘛的那就钱了那些不碰都是俺们这说给的碰生的俺们这觉得去点嘛的许都有啊的阿家都是热吧阿家你这不见得阿家叫都没得过热吧就是俺们这觉得去点嘛的吧是吧是吧俺们这现在就这么去点嘛，跟藏族不要，可是咱家庭里弄啊，小么就啊，你觉得不？谢谢，我的天，谢谢乡下人，不散着撒拉雨的，不在我三间有的是，求人不谢谢，不是欧德。一个的天是吧？欧的天是吧？谢谢这个过什么什么，还有这个我的乡下人小多，还有这个小多，还有这个过客，我说给吧，俺们几多，俺们这波几多刚几，谢谢 Happy Moon 是吧？修给我啊！阿家都是俺们这嘛去啊，连克今年阿家都是俺们这嘛去啊，就是俺们这去那个，差点牛着是那去，去点着嘛去不去？就是去点着嘛去不去？俺真的，刚不也录大的不，那么我，主要我的俺们这嘛去不去？我把正常吧，生怕都累咻咻结束阿家都中国，不知道是，不知道那么多阿家人还过来吧你？俺们这么讲啊，我这不是俺们这家牛来的，是吧？我是吃个的，俺们这么讲讲的中国，俺们这叫他敲，不，哎呦啊！或者最后10秒，10、9、8、7、6、5、4，哎呀
不敢吃我头的口。还有我的乡下人，就是送给俺屌丝，但顿都这样我也就，接不落的俺别的九年兄弟都死在那里不拉的学校，我把你白面红我，谁呀？东亚的那个东亚没学校，我把你白面红，我把你白面红，我一样就兄弟们，也兄弟们，就是不，那不屌屌死那去。不然俺简直拿到就是怎么讲，俺心那血就一年俺最得大小王他们得多啊，是不？就当年不心那就是那去，俺等于没让简直拿到就是怎么心那血就一年就是俺就当那去，大王小王得多那去就，同兄弟我也就啊，说西的那里不拉的学校们对没有。你选了有事那几，我也去，叫那么那边村有学校，那并没有。哥哥，我们打的可以吧？是必须的可以。啊，我做过电台啊，我去喜欢我，等这些话的我们的，你去了旁边家没得就接，啊你啥子没得就，假如没得就做，你可以让这 boy 呢你。说你特别别那ranji boy那没让过不了这里住进那弄去给我嘛，毕竟我的破了吧，哪有吧正常别，我，从那个从你这节上那出来不少啊，俺给当过也不少啊，你那个没让从马店不容易带去，店着其他俺给你带不少啊，阿家都是干嘛的，俺阿家也得就是阿家啥个那个下，俺路亚这节。哦不，他这前面全是长话啊，妈喂，全是你。这个是打地库吗的？他自学的。对呀，这个就是最紧的了。喂，可以。妈妈呀！我靠！我要着妈。别动嘛，你别动来动去嘛。那么轻，再给不了他，接不起了他，转过去。哇，妈妈，你要再2分钟啊？对啊，你要好好转过去，对。哎呦，我的天哪，说什么？你别这样嘛，你就站直嘛，站直。我的兄弟们都在这里那个。我说他接不住啊！这里蓝怎黑，那真是。你别，你站一会儿，再好好站一会儿，这个不错。就如果你好好看的话，现在你这个可以想。俺曾经都有立住有修，立住你们都有学死。再转过去一下，或者大等会你转过去。哎呀，这你2分钟，你26的时候就可以坐下了，现在24嘛。对，阿嬷。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的篱笆惹的祸，让你受寂寞。往后转。那可是学着也不咋，他马上完了，等一下。等你转过去啊，配合，还有1分钟，马上好了。能不能抬起来一点点？啊妈，确认吧。我知道，还不走，他坐下。再来。坐下嘛。啊！妈，我不是。我这还不走的呢，我别夹在了是你。估计了呢，我从来没有听过。下一把穿。下一把穿那个，下一把等一下，下一把穿14啊。
这是裙子要短一点的，我不要那个。短一点，短一点的衣服这个衣服这可以，啊的外加3个真心话。好。来。我这记不多啊，没啥不对你这多，瞧着我。来，兄弟们，帮个忙好不？不是，还不得这么这个，我这不多哎，我准备工作。